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前一排 Anthropic 公司先高調發布所謂數位核武級 AI 模型 Fable 5，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風險為要求，禁止任何外籍人士使用。吉米，呢單 AI 八卦你點睇呢？呢件事話堪稱 AI 界年度迴旋鏢啊！成件事嘅邏輯非常之黑色幽默。Anthropic 呢幾年啲宣傳口吻一向係：哎呀，我哋個 AI 犀利過核彈啊，好危險㗎！一失控全人類就毀滅啦，所以就唔俾你哋啲普通人用啦。咩蘋果、微軟、亞馬遜啲大公司呢，先至可以向我購買呢個超勁抽模型，吹到佢哋個 AI 識飛天遁地。結果華夫一聽，哇，核彈啊，咁大鑊！結果商務部大筆一揮，用國家安全做藉口，反手一巴掌剃佢眼眉。既然咁危險，咁所有外國人，包括你公司內部嘅外籍員工，全部唔准用。Anthropic 以為跟晒美國政府導航，點知華府直接搶咗個軚盤。真係估到個開頭，估唔到個結局。不過 Anthropic 點解要將自己個產品講到好似惡魔降世咁呢？呢啲叫叻人出口，笨人出手。佢哋投其所好，迎合國會山莊班政客對科技威脅論嘅政治正確胃口，主動向政府投誠擦鞋。大佬，我個 AI 咁危險，咁有戰略意義，你快啲立法管我啦，順便撥多啲款，俾多啲政策，保護我呢個愛國商人啦。本來想借勢扮龍頭撈油水，點知美國政府一腳伸過嚟，直接接管，全線下架，大家都冇得用。令人關注嘅係呢個限外令一出，連 Anthropic 自己內部嘅非美籍員工都一齊被禁。呢班開荒牛馬落手落腳研發 AI， 點知一夜之間連自己個親生仔都唔準掂。呢個先例一開，對硅谷有冇影響呢？呢招叫咩？過橋抽板，過完河就當人卒仔。邊個唔知硅谷今日之所以咁強，靠嘅從來唔係出身地，而係靠全球最頂尖嘅外籍大腦，特別係成千上萬攞住 H1B 簽證嘅苦力工程師。試想下，同一個 project 坐你隔離個 Maga 同事可以用 Fable 5做代碼審查、系統設計。咩話？你拎印度護照、加拿大護照、新加坡護照，對唔住，你只能用舊版。以前大家以為科網界最講能力，而家突然發現原來都講血統。地緣政治開始凌駕技術，將最頂尖嘅網絡安全、AI 研發人才當賊禁防，縮窄人哋嘅生存空間。呢種狹隘嘅科技歧視，遲早逼到硅谷精英集體大逃亡。雖然呢次係政府出手強推禁令，但睇返資料 ，Anthropic 呢間公司嘅產品線同收費一直都行極端精英主義路線，好似同呢種科技自閉嘅氛圍不謀而合。Anthropic 出咗名嘅反 DEI， 用高昂嘅會員制訂閱費，將普通人、窮人全部擋喺門口。喺佢哋眼中，最強嘅前沿 AI 只能夠俾少數高貴嘅行業巨頭同精英階層去壟斷。Stanford 2026 AI Index 報告中對全球生成式 AI 普及率調查顯示，開發 AI 最強嘅美國，採用率僅 28.3%， 排名第24，遠低於中國同東南亞嘅 80% 以上。AI 本質係工具，工具最值錢唔係放喺博物館，而係放喺人手上。再勁嘅模型，如果冇人用、冇人試、冇人開發應用，把門關起來，搞精英壟斷、搞封閉，數據源就會枯竭，最終只會越來越落後。歷史上每一次工業革命都證明同一件事，真正改變世界、推動技術爆炸嘅，從來唔係少數人去壟斷工具，而係讓普通人都用得起工具。以前大家覺得高科技一定係向西看，而家美國搞美國優先，搞到最後變成科技自閉。當美國將 AI 當成地緣政治嘅封建武器，為咗防範其他國家而將自己最厲害嘅人才同工具綁死，自以為安全，實際上正一步步將未來嘅創新生態拱手相讓俾真正開放、兼容並蓄嘅普惠市場。蛋撻 TV， 我哋下次見。蛋撻 TV 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，食花生 bagel。